阿彌陀佛，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一齊嚟分享聖尊年生活佛文集第21冊靈魂嘅超覺嘅精選篇章。第21冊靈魂的超覺，死的感覺。有一次，中部一位富商廖瑞興先生聯同豐原一間大鐵工廠嘅老闆林先生邀請我去佢工廠幫手睇風水。中午我哋一齊喺立人大飯店食飯，食緊飯嗰陣，林先生話有件事想同我講，佢話係佢親身經歷嘅死嘅感覺，希望我將來寫書時一定要記低落書入邊。佢話嗰次係咁噶，林先生10幾歲嗰陣，啱啱日本政府喺台灣成日有美軍飛機嚟轟炸，幾乎每日都有2次要跑防空警報。有一日警報又響起，佢一抬頭望上天，哇！嚟咗6架美機，炸彈喺地上爆開，響個不停。佢即刻衝入附近一個防空壕躲避，之後又有20幾個男男女女一齊轉入去，入邊空氣好污糟，得一個出入口，又冇乜通風設備，外面成地都傳嚟炸彈聲。佢照住學校教落嘅方式，合眼罩耳，張開嘴巴，身體趴落地下。點知啱啱就有一枚炸彈真係炸中咗佢哋個防空壕，轟一聲，土石直頭塌晒落嚟。林先生話佢嗰一刻淨係覺得頭暈眼花，之後就完全冇知覺，暈咗過去。唔知過咗幾耐，佢隱約聽到四周圍好多人講嘢，仲有人大聲講：走啦走啦，時間差唔多啦。佢感覺自己身體好似變咗輕飄飄，浮咗喺空氣中，成個世界變得涼爽，好似喺冷氣房咁，四周黑黑地，得一條光線。啲人呢就沿住嗰條光線一直行，林先生就咁迷迷糊糊跟住佢哋一齊走，身體好似識飛，輕輕扭下就喐到前邊。突然有個女人望住佢講：咦，呢個細路邊個嚟㗎？又有一個人講：哎呀，唔係林家個大少爺咩？林先生抬頭望，模模糊糊見到其中一個竟然係隔離屋阿紅嘅爸爸阿斗伯。佢哋繼續行，四周都係暗暗地睇唔清景物。林先生就咁懵懵地跟住大家行啊行，嚟到一道石門前，石門半開，啲人就排隊入去。輪到佢準備行入去嗰陣，突然有人講：呢個細路冇喺名單上，唔准入，關門。石門就咁慢慢關埋，林先生就留咗喺門外，唔知點算。佢唯有慢慢飄返原來嘅路，飄飄黑，唔知幾耐。突然喺迷糊中張開眼，發現自己全身都係塵，頭又重，原來頭頂中咗嚿大木頭。隔離有人話：呢個細路仲有命喎，得佢一個仲生存緊啦，係林家個大少嚟㗎。有人扶佢起身，但佢根本起唔到，有幾具屍體就橫七豎八咁瞓喺佢面前，佢好辛苦咁企返起身，頭重腳軟，四圍仲有人掘土揾人。突然有人大叫：呢位係阿斗伯。果然有一具屍體被人從泥堆挖出嚟。阿爸，阿爸，
林先生聽到阿紅嗰陣慘叫之後，佢俾人扶返屋企，醫咗一段時間先慢慢復原。但回想返，真係諗起都心寒。到而家佢都50幾歲，事業做得咁大，真係估唔到。佢問我：你覺得我嗰次經歷係咪叫靈魂出遊？我話聽落去好大機會係就因為嗰次差啲死，嗰種感覺實在太深刻，所以我而家好相信靈魂真係存在。其實死冇乜可怕，一瞬間就冇知覺，連痛都冇。但係奇怪，點解人人都怕死？我解釋，因為好多人以為死咗就乜都冇，其實唔係。死後仲有生生死死係自然嘅事。陰間其實都係一個涼涼地嘅世界，同人間差唔多。死咗嗰啲人唔想返陽間做人，陽間啲人又唔想去陰間做鬼，其實心理都係一樣。林先生聽完話，原來係咁。跟住廖瑞卿問：你講呢啲係真定假㗎？林先生即刻好堅定咁話：我哋係朋友，我發誓句句都係真話，冇半句係假。今日呢，就分享到呢度啦。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聖專蓮生活佛文集精選，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下集再見啦。